我是不是也感冒了？鼻涕眼泪的，难受死了。再吸2颗烟就好了。呸，才不信！试试。小童给的不是一般的烟，那是什么呀？4号。什么是4号啊？海洛因。对。吃饱了，吃饱了看会儿电视吧。我有点困了。是不是感冒了？困了去睡觉。来，你多吃点啊。妈，我也不想吃了。你起什么哄啊？没吃多少，好好吃啊。妈，学校要交辅导费，那多少钱？4000。什么辅导费这么贵啊？你爱给不给，不给我就不上，反正这学我也不想上。你坐那。我说不给了吗？孩子说话现在怎么这么冲啊？是欠你的是。不能乱花钱，交给老师，听到吗？再吃一点，大家吃吧，你也没吃什么。妈，我实在吃不下了，我先上楼去了。这2个孩子怎么了？都不想吃东西。别看了，一会儿都凉了，吃嘛。怎么样，小宗？像飞起来一样，自由的感觉。这下可好了，你不是一直想自由吗？是啊，真正的自由。好是好，可是你得动钱呀。这玩意儿不便宜。是，他们现在先琢磨花钱。都是你妈不好，她呀是见不得你一点好。不行，还得找我爸要钱。小宝宝，终于有了儿子了。哎，老公，你看他长得像谁呀？皮肤白白的，像你。他睡得像。哟，琪琪来了。他是谁呀？琪琪，来，我告诉你，这是你的小弟弟汪洋，来看看，来。是啊，快过来看看，来，多可爱呀！这什么时候事儿啊？爸！哎，别喊，别喊！琪琪，你听爸爸解释啊，是这样的，你看，爸爸年龄也大了，一直没个孩子，心里也怪寂寞的。
所以我就跟你小妈商量了一下，我们就去抱了一个。你少来！怪不得呢，怪不得你小半年躲着我，原来是生小野种去了。琪琪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呢？难道你连你爸也不信吗？你们少骗我！我不是小孩了，我知道这是你们亲生的，将来好继承家产是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休想，你们不会得逞的。琪琪，你这么说是不是太让爸爸伤心了啊？难道爸爸就没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了？况且说，你小妈现在还这么年轻，这是她的意思啊。有小弟弟有什么不好？你寂寞的时候，她可以陪你的。少来！你们最会骗人了，我不会认他的，我死也不会认这个弟弟的。琪琪，你别闹了，你爸说了，你小时候和他一样可爱。快过来看看他，来呀，来。你让我抱，我今天就掐死他！琪琪，琪琪，琪琪，张振宇，你还快点让他滚！你看孩子都哭成什么样子了！你今天是不是想挨揍？你敢！你给我出去！出去！你让我滚！你让我滚！小红，琪琪，把我轰出去！王振宇，我会恨你一辈子的。我们走。王振宇太混蛋了，怎么能这样对待女儿呢？个人有个人的生活，这是人家的自由。再自由也不能这样啊！这可是他的亲生女儿啊！他那个孩子是什么？是给李欣偷情偷出来的。人家也是合法夫妻啊，什么偷情不偷情？别当着孩子说这些。我不管，妈，你要替我报仇。好了，妈妈知道了。大为，来，坐我身边吧。好容易休息一天，你离我那么远干嘛呀？这样挺好，这个距离合适。咱们是两只刺猬，坐在一块扎得慌。我就愿意让你扎，我也愿扎你。大卫，咱们俩生个孩子吧。生孩子？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何必受那个罪呢？咱有多大呀？你嫌我老了？你以为我生不出来是不是？生得出来。现在这不挺好的吗？儿女双全，有那个必要？有那个必要。我想生我自己的儿子，生咱们俩的儿子，气死他们！没听说过生孩子是为了气人。消停消停。廖大为，你是不是跟我还有二心？你是不是不想跟我好好过下去？有了咱们就要，顺其自然吧。